我一生人都同彎角曲線有緣。17歲第一次踏足傳媒就係寫汽車雜誌。34歲人哋退役，我先至第一次代表香港打曲棍球。42歲先拍第一部劇情長片《點對點》。44歲先提名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。目標唔會好易好直接就達到，總係要走彎路，甚至連拍戲都唔想將 message 講出口，反而會兜個彎，等觀眾自己感受。我下一個作品係幫香港電台電視部拍一部紀錄片，下年4月出街。主角伍家麒 Charles Wu 係香港一位職業賽車手，喺美國用全華人車隊班底去參加漂移方程式。佢同我講，漂移賽車直行就輸，直路都要扭住軚掟住彎咁甩嚟過。我相信創作都係一樣，人生都係一樣，彎彎曲曲先有意思。